我们的献诗是由新楼诗班来为我们献唱，他们要唱的诗歌是《活出爱》。在献诗之后，请新楼医院刘启举院长来为我们分享信息。他的信息的题目是“故事继续写下去”。等我们唱到第3次的时候，请所有的人一起唱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拍手，感谢主。